各位兄弟平安。真欢喜今仔日会当各大家做伙来服财主。咱即摆来开始咱今仔的吟诗学录。咱今仔要吟的第一首诗歌是圣诗第19首，圣诗第19首，为着美丽的地面。咱即首来吟第1节甲第2节，第1节甲第2节。确实，就亲像咱今仔日吟的这首诗歌的歌词，你若看到咱教会外口的树木啊，真清脆，你就感觉上帝创造的美好，真正是值得咱来学罗敬拜咱的主。好，咱来即马要来唱的第2首是圣诗第165首，圣诗165首，咱这首来吟第1节甲第2节。第3首诗歌是圣诗第355首，圣诗355首。咱这首由原来吟第1节甲第2节。专心来听你的话，常愿明白主的临在，激动心灵就栽培，依靠圣经信仰故事，你愿心来做模范，甲阮通过一生的写。听的心里达委托，
行动，成家生活做见证，张愿出去应听服务，冲突所在求和平，基督教的主愿听心，我力下免怨叹，好我看见主你形象，伫你救赎的世界。哦，他我咧唱一段歌词的时阵，我咧想到咱最近，毋知咱今仔日3点钟前，你敢是有看咱的拳击选手得到金牌？哦，歹势我名我一定袂记啊。林雨婷，好，谢谢林雨婷。哦，你咱感受到伊讲，伊对即道迄个奥运参赛的经过，你会感觉就讲，伊遭受到真济的质疑，哦，包括伫伊的性别啦，吼，是毋是应该来参加即个女性的比赛，吼，总是你甲看。吼，咱即第1节诶，歹势第2节的第2项，冲突所在求和平。吼，我想林雨婷呢，是林雨婷嘛？林雨婷的处境其实甲咱台湾的处境，伫无啊相像。吼，咱嘛是常常遭受着即个打压。吼，咱总是咱用着咱的精神。吼，咱用着咱的对即块土地的疼，吼，咱努力来做好咱家己的工课，吼，做好咱家己的工课，来得到大家的认同。吼，所以我想，今仔咱咧修圣餐的时阵，咱会当想象耶稣基督为咱做的工课，吼，因为有耶稣基督，咱今仔开咱坐伫遮，来做伙来敬拜伊，来做伙来感谢伊，互咱生命的改变。吼，好，我想咱即摆来唱圣诗第最后一首400首，圣诗第400首。愿主恁爱甲你同在，无论去啥所在。愿主赐予你心坚定安宁，甲你分享主的疼痛，亲像长老我水，你望母暗暝看见主的光。好，咱今仔日学到吟诗学到到这。请咱大家备办心来敬拜上帝，这是礼拜开始。
上主啊，你所做的哪有遐多？拢是你用智慧所做，全地满满拢是你的创造。伫遐有海，大搁宽，内面有算袂了的动物，大细活物拢有。愿上主的眼光永远存续，愿上主因为家己的创造欢喜。咱得到帮赞是靠上主的名，伊是天地的创造主。因为有2个也是3个人，互我的名聚会，我就伫因中间。做伙来吟圣诗19首，圣诗19首，为着美丽的地面，请起立来吟。请咱犹原徛伫三角額頭來祈禱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謝你美妙的創造，互阮有這個福氣通欣賞，閣賞賜阮有能力來甲你做伙管理你所屬的這個世界。毋過，阮卻無做好一個管家的責任。誤用你所賜的智慧來濫用，佮破壞這個美麗的世界，造成災害不斷。為着阮的罪，土地失去伊原來的面貌，天氣炎熱，水災不斷，也互因為安尼失去家園、親人的人，過着艱難受苦的日子。科技的發展，雖然互人有便利，總是用人最忠心的，看無受造萬物的驕傲。
也常常带予人想袂到的灾害。这时，阮伫主面前，阮要恳求主，求你赦免阮人类的骄傲、自高的罪性，帮助阮，互阮通回头，愿意用你的心意，做阮生活选择的中心。阮的社会最近犯罪的手法，也实在互人惊吓，各种的诈欺。各种的暴力对待别人，对待世界的案件，不时出现伫咱的环境中，做无公义、无人性的事，一直在中间来发生，才会掉头，互阮警醒。社会需要改造，阮拢需要回转，回转到上帝创造万物的起初。迄种上帝甲人、甲万物和平、甲上帝看做好的关系，所以阮需要主的福音，还是主的教导，来对罪中回转，来复读创造的美，来改变世界，成做上帝所欢喜的所在。主啊！阮伫遮也要为着台湾来向你祈求。久长以来，中国就不时地扰乱台湾，阮的处境就亲像早时的以色列，互邻国包围攻击，处境堪得担忧。伫危机中，你捌通过先知以赛亚传达你以马内利的信息，互阮伫惊醒中有安慰。主啊！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，你是台湾的上帝，一个美丽的岛屿，阮遮良善的百姓，阮内外受到无公义的对待甲压迫，阮祈求上主保守台湾，守护台湾，互阮的人民在意爱你的努力，做合你心意的事，互公义和平。会当来到这个你所欢喜的岛屿，天父上帝，我也要为着阮所活的每一日献上感谢，为着阮现在所有的一切，不管是欢喜、是哀伤、是悬是低，我要为着你每一日的同在，为着你所享受一切的恩典，我要献上阮的感恩。今仔日是圣礼典的日，是阮通甲主共坐道，享受对天来的应谢，也互阮搁一摆有机会，通过思想赦免救主耶稣已经用宝血洗清阮的罪过，互阮有新的生命，有勇气、气力，通放落心中的自私自大，以及一切歹的念头。互阮通学习耶稣，用对上帝有信，对人有疼，对万物有尊重，用好公义、心存怜悯，勇敢进入世界，尽阮所受托，做上帝管家的一人。阮的祈祷无完全，只是阮也要学习主所教示的祈祷，安尼讲：阮伫天里的爸。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城，伫地里像就伫天里。阮的日食，今日互我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得带阮入去，又叫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这时，请咱掀开圣诗后面启应文第53篇，启应文第53篇，这是出自弥迦书第6章，咱做伙来启应。我着带生命就近上主来敬拜至尊的上帝。上主敢会欢喜千千只公的羊，
还是慢慢调起会游？人啊，有只是你什么是好？要实现公义，心存自爱，谦卑，甲你的上帝做伙行。现在咱来吟圣诗165首，圣诗165首，听堂圣神求你降临，请起立来吟。请坐。做伙来祈祷，慈悲疼痛的上帝，完整信徒只是要尊叹你的教示，用心灵、用真实来敬拜你。恳求圣神支持伫阮的中间掌权，互阮离开俗世颠叛，无受撒旦的搅扰，也恳求圣神用火甲阮烧，用灵甲阮洗，互阮的信心搁较火热，生命得到改变。通过所领受你的话语，开阔阮的境界，毋但为着家己来活，也会利益别人，会哪听教会，会哪听你。
求你搁一摆引带阮的心灵进入你所应允老年甲密特地，奉阮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做伙来共读圣经。今日的经文是记载伫以赛亚书第8章第1节到第10节。以赛亚书第8章第1节到第10节，请咱注意看，听我来读。第1节，上主对我讲：“你摕一块大地方，用通用的字写，马赫尼、沙拉勒、哈西、巴苏。我要用可靠的见证人，就是这是乌利亚甲亚比利家的囝撒加利亚为我作证。我甲我的婚姻人女先知同房，伊就怀孕生一个查甫囝。上主甲我讲，家己号名叫做马赫尼、沙拉勒、哈西、巴苏，因为囡仔会晓叫阿爸阿母以前，大马士革的财富甲撒玛利亚得到的战利品，拢会互亚述王抢去。上主阁对我讲，既然这个子民拒绝西罗亚慢慢咧流的水，颠倒去巴结以神王甲比加王，所以你的主要带亚述王甲伊凶猛的大军，亲像伊发力在河强猛的水冲过河沟，漫过河畔，流入大犹大，淹到暗滚，造成泛滥。伊嘛来哩，上帝甲咱同在，伊的舌裂开，看满规片土地。列国的人民啊，做恁联合去做联合结作对，恁会彻底受毁灭。对遥远的所在来的，要注意听；做恁避战，你会彻底受毁灭；做恁避战，你会彻底受毁灭；做恁去计划，一定拢无采工；做恁去想计策，一定袂成功，因为上帝甲阮同在。圣经读到这，愿上帝赐福听通伊的话，搁照伊的话去行的人。下面，咱们请阿萨诗班来献诗，带咱来敬拜。伊要唱的诗歌是《我心无老上帝》。
即时请陈永文牧师讲道，题目是用囝做记号。主内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真感谢阿萨诗班用发心而乐上帝，就是这是天父世界，这首真出名也真水的歌，引带咱来敬拜上帝，通过诗歌，将咱的敬拜甲而乐，献予上帝。咱对几礼拜前，伫以赛亚第6章开始，读到以赛亚受呼召，成做先知。然后接续落去，咱看见对第7章开始，拢总用敢若3个囡仔的名，做记号，伫遐咧传达上主的信息。今仔日的经文讲到最后一个囡仔的名，10到40摕到这个囝的名，马赫尼、撒拉勒、哈西、巴苏。到最后第8节到第10节，嘛佫出现第2个囝的名，就是以马内利，用迄个以马内利做今仔日这段经文的结尾。这中间咱嘛读到进前已经提起的迄个时代的处境，北平叙利亚甲以色列两国要联军，要来逼犹大国做伙去对抗亚述。当然，为第7章开始，咱也已经几若届读到，摕到亚述会来侵略，会来威胁犹大国。所以咱对第7章到第8章，拢继续伫一个相像的历史的处境内底。伫这章中间有3段，拢是以赛亚对上主遐得到信息。到最后，咱后礼拜16节到22节有一个结论，所以到今仔日到第8章，一个真大段的论述会做一个结束。对第9章开始，咱会进入新的一个段落。对第6章到第8章这中间，其实相当复杂。咱较领读经文会发现经文相当复杂，因为是经过真长的时间编辑出来的一本册。而且时间经过200几年，所以咱知影才有第1以赛亚、第2以赛亚、第3以赛亚。毋茫先知的目的，毋茫讲这个信息会当不断对新的时代也会当有启发。这是伊编辑的一个目的。咱也用这个精神来思考，这个经文甲咱今仔日的处境会当有甚物款的连结。下面咱就来看今日的经文。第1节开始讲上主对我讲，这个同款的表达其实嘛出现伫第3节甲第5节。所以伫遮咱会当看到第8章甲头前第6章同款，犹原较属的是以赛亚家己个人的一个回忆，回忆发生的代志。上主讲什么呢？上主讲，你着去摕一块大地方，大地方这里吉拉用，伫圣经内底只有伫遮出现一解，意思是一张纸，还是一张邦，一张石板。不过伫遮重点是大地。大地方，不管什么款材料，要紧的是爱大地。大地就是要互逐个人拢看会到。敢若要做一个，咱今日的处境来讲，就是伫路边啊做一个看板安尼，做一个大地看板。然后讲啥？用通用的字写，就是逐个人拢读有的。所以伫遮咱会当看见，进前先知是咧对国王讲话。这时已经转变了，对国王讲敢若无效，伊开始想要对民众来发言。先知最后诉诸民众，咱会使安尼讲，诉诸群众。伫遐伊对民众讲话，毋望民众会当
听上帝话。吼，做即个大地帮以外，第二节伊讲，伊要叫两个人做见证人。吼，即两个人，一个叫做祭司乌利亚，一个是亚比利家的囝撒加利亚。乌利亚即个祭司后来佫出现一届，就是《列王记》16章有讲到阿哈苏王甲亚述的皇帝伫遐谈判的时阵，即个祭司嘛出现伫边啊。另外，即个见证人撒加利亚，咱较毋知影，但是有学者指出讲，伊可能就是阿哈苏王的丈人，丈人。所以重点伫遮就是讲，即两个见证人啊，拢是真有地位、受尊重的人，德高望重，所以请这有地位的人来做见证人，这也互咱看见先知以赛亚其实甲王家有真密切的关系。要见证什么？这个帮的信息要讲什么？第3节伊讲。我甲我的妇人人女先知同房，伊就怀孕生一个查甫囝。这个经文的原文只有女先知，无妇人人啦。妇人人是翻译甲加入去的。所以伫遮重点敢若咧讲，伊甲伊的太太甲伊的妇人人。同房是用一种先知的身份咧做这样代志，先知用先知的身份同房怀孕生囝，所以生囝这样代志本身变做一个先知的记号，先知要通过这个行动，成做一个记号，所以有的学者甲讲，这是一个记号的行动。一个记号的行动，先知定来安尼，除了讲话以外，伊会用一个行动要来传达迄个信息。伫今仔日，即个记号的行动，就是怀孕生囝，怀孕生囝。所以真有意思，伫见证人的面头前，摕即个帮写伊的囝的名，结果呢，在讲无偌久，即个囝就要出世。中间当然是要经过一冬，经过一冬。伫遮真要紧的是这个囝的名的意义。马赫尼甲哈西这两字是动词，就是特别来啊，特别来啊。沙拉列甲巴斯这两字是名词，就是去抢来的物件。咱会使讲掳掠的东西，还是讲战利品，所以这两字、这4字、这个名合起来，咱的经文甲翻做讲快抢速夺，快抢速夺，这无亲像真无像人的名啦，你讲甲囡仔号这个名足奇怪，这有点仔较像迄个战争中间的口号，去抢啊，紧去夺啦，在表达一种战争发生的情景，所以伫遮这个名的信息足清楚的，就是咧讲当亚述甲伊的军队来的时阵，伫抢夺的迄种情景，这咱搁落去就会读到。第4节伫遐讲，第婴仔这囡仔会晓叫阿爸阿母以前，北国这两个国家已经去互亚述抢去啊！所以伫遮讲的时间就是讲真短。咱知影一个囡仔会晓叫阿爸，会晓叫阿母，差不多是9个月，还是到1岁，这中间就会晓。所以伫遮信息真清楚，就是讲短时间内底，这两个北国的军队就会去互消灭。意思是要甲阿哈苏王讲，嘛是要甲民众讲，毋免惊，毋免惊。这个军队未成做咱的威胁。对第4节进入第5节，第5节是下一段，马上代志拢已经定着啊。
第5节一开始就是咧讲上主的审判，宣告上主的审判。意思是讲，迄个记号、迄个信息无效啊，敢若讲无效，所以咱战争就来啊，战争就来啊。第5节伫遐讲，既然即个子民，这是咧讲起迄个原因啦。既然这个子民安那，所以你的主就要安那，这宣布审判的过程。这个审判的内容呢，先知用一个图像来表达。伫遐讲上主的子民拒绝西罗亚慢慢咧流的水。西罗亚咱前解已经讲过啊，是对这个耶路撒冷的外口基分的水泉，一路流过山，最后入去到耶路撒冷的城内的一条河。这咱伫新约约翰福音第9章嘛，佫读到一个青面的人伫迄个西罗亚伫伊的边啊，所以这个西罗亚代表的就是耶路撒冷。上主的城，上主伫即个城内底有迄个慢慢咧流的水，慢慢咧流的水代表就是上帝真稳定、真坚固的保护。结果这人民无爱即个溪，颠倒想要去治迄个大河。咱知影两河流域、幼发拉底河，颠倒要去治迄个大河。所以上主就要用迄大河，规个甲你冲入来，冲过河沟，满过河岸，流入去犹大，阴甲暗滚，造成泛滥。伫遮西罗亚溪甲幼发拉底河，两个拢是上顶对比，一个是耶路撒冷，一个代表就是亚述以及伊的军队。这军队来。会带来恐怖，带来混乱，最后水会淹甲红滚。有学者讲，这个淹甲红滚呢，是咧指后来发生的代志。当亚述的皇帝来拍犹大国的时阵，拢总40几个城拢去占去，40几个城拢占去，只有剩耶路撒冷无占。所以淹甲红滚可能有这个意思。剩耶路撒冷还佫存在安尼到遮来讲亚述王带来迄种战争的恐怖，但是第8章的下半节，第8章第8节的下半节，佫带来一个新的图像。伫遐讲有一只大只鸟啊，伫飞伫犹大国的顶头。伫遐讲伊的舌体开。看满规片土地，伫遮学者伫遐争论到底这个实体开是咧代表什么意思？是保护吗？这个实体开要保护，是这个实体开是要攻击，是要拍拉要攻击，咱唔知影，无法度确定。因为伫遮先知那亲像用讽刺的口气，伫遐带入来讲以马内利，伫遮以马内利可能有讽刺的意思，咱讲不祥之兆，伫遐讲你着注意啊，你着注意啊，上主要甲你同在，结果你拒绝呢，上主就要对敌你。所以你看，亚述王就要来啊！伫遮咧讽刺讲，上主甲你同在，这个保证无一定是有效的。第8节的下半节有这个意思，有可能这个意思。最后咱进入今仔日最后一段9节到10节，是一首短短的诗。咱要注意，先知伫这个经文内底足又伫遐咧分迄个。讲话对象，所以第9节到第10节，突然咱看见伊讲话对象讲列国的子民呐，拄啊伊是咧对城内
耶路撒冷城内的民众咧讲话，吼，所以要用大地帮做记号等等个。但是伫遮口气一转咧讲列国，列国应该是咧指遐想要来拍犹大国，或者係其他的国家，亲像亞述，甲其他的即个国家，吼。但是这段经文90到10節，伫遐咧讲列国的人民的时阵，伊的信息是真强烈的一种上主必定同在的信息。吼，咱咧读这首第诗的时阵，会想到迄个诗篇46篇。耶路撒冷安那水伫遐摇拽，但是城稳定袂震动，上主伫遐甲人同在。吼，所以伫遮咧讲列国的时阵，真有意思的是，伫遐讲起列国的计谋袂成功。吼，这有即马成诗篇第2篇啊。诗篇第2篇嘛是咧讲同款的情景。吼，伫遐讲列国安那斗阵计谋。伫遐做声势，想要对抗上主耶和华，但是安那会失败，会失败。所以咱读到第90到第10節的时阵，读到2種的真有意思的動詞的表達。頭前是咧講這列國，先知講吼，做恁安怎，做恁安怎，做恁這裡和合本翻做任凭啊。任凭，上主做恁创啥？吼，恁要创啥？恁要联合结做一堆，恁要备战，吼，恁要计划，恁在想计策，吼，恁做这，但是安那拢无路用，吼，因为另外上面先知咧宣布的动词是用命令句的，恁着甲拍碎，恁着甲破坏，恁互伊规无路用，互伊未成立。所以，今日诗歌的最后90到10節，是一个真带有愿望的信息做结尾。列国啊，恁安那计谋，恁安那结做堆，恁安那备战，拢会无效，拢会未成立，因为安那以马内利，上主甲咱同在，上主甲咱同在。所以有学者咧讲第8節。下半段开始，其实先知已经看到将来，虽然有战争，但是战争以后受掠倒转来迄个愿望的情景。所以今日咱读的经文最后是用以马内利来做结论。伫今日的这段经文，咱会当学习几个信息。头一个，咱看见先知搁一届用。伊的囝，要出世的囝做记号，但是伊即届足清楚用一个记号的行动，要来传达上主的信息。摕一块足大地方，用迄个人拢读有的字写伫顶头，将伊的囝的名写伫顶头。佮邀请2个人做见证，然后伊伫遐诬告，伊要甲女先知同房。生一个查甫囝，名叫做马赫尼沙拉勒哈西巴斯。这个名就是信息，抢夺得要来，抢夺得要到。就讲，迄2个北国的联军真紧就会失败。伫这个囡仔会晓叫阿爸阿母以前，大马士革甲撒玛利亚拢会失败。先知以赛亚用这个记号，目的是甚物？目的是要证明讲，伊知影将来要发生的代志，伊咧预告将来要发生的代志。目的呢，是要互迄个第6章伊受呼召的时阵，上主讲你着爱去对遐子民讲话，结果安那因拢无要听。遐群众是真戆，佮真钝的。所以。以赛亚要用这个记号做一个证明，证明讲我讲的是对的，讲的是恁不爱听，但是我要甲恁讲，我要做见证，我讲的是对的。
因为伊咧讲这话、写这个榜的时阵，伊的太太还未怀孕，囝嘛还未出世。通过这个方式，伊要预告讲，上主的信息就是上主要甲恁同在。读到这段经文真有意思的是，真侪学者咧讨论讲，今仔日这段女先知怀孕的故事，甲头前以马内利讲有一个少年女子生囝怀孕，这两段有甚物关系？是两项代志，还是同一项代志？真侪近代真出名的学者，差不多拢有同款的意见，就是讲，这事实上是同一项代志。我特别引用这个 Blankenship， 这个真出名的以赛亚研究以赛亚的学者，伊讲这两项你甲对比就知影，名叫做以马内利，名叫做拄仔咱讲的马赫列、撒拉列、哈西巴斯，两个无共款的名，但是搁落去情节拢共款。少年女子要怀孕生囝。女先知要怀孕生一个查某囝，要甲伊号即个名，要甲伊号即个名。伫头前迄段讲，伫会晓分别善恶以前，亚述王就要来啊。后壁即段是讲，当伊会晓叫阿爸阿母以前，亚述王就来啊。所以咱大概会当了解，先知敢若讲两解，头前讲一个事件讲两解，头一解是对王讲的，第二解是要对群众讲的。王袂听，毋望群众会听。不管是一件事，还是两件事，咱会知影，伊所要传达的信息拢同款，就是讲短期内，叙利亚甲以色列会去互亚述拍败。所以阿哈斯王无需要惊因，而且伫遮讲的时间比头前7章搁较短。头前7章讲会晓分辨善恶，差不多是讲2年的时间。伫遮讲会晓叫阿爸阿母，差不多9个月。所以意思是讲足紧的。你免烦恼，这威胁足紧就会去，就会无去。你看这个囡仔就是记号。咱之前已经提起软弱的婴仔，要成做上帝安全保证的记号，这是以赛亚真特别的一个记号。不过咱知影，结果毋是以赛亚所期待的，因为亚哈斯王拒绝这个记号，所以亚述王就侵略。咱拄仔所读5章到50到10节，就是咧讲起这个对比。上主是迄条西罗亚的溪，真稳定、真坚固，永远陪伴。相对的大条的这条河，上顶的是战争，是抢夺。以色列人爱面对上主的审判，所以今仔日这个记号，甲进前的记号是一致的。同款继续咧警告，就怎样来挖靠上主，唔通挖靠家己的快乐。这是头一点，咱今日的经文对咱传达的信息。第二个真有意思的是，今日的经文因为先知要对群众讲话，所以伊有提出更较幼的一寡区分，比进前咱所了解的迄个局势更较清楚。头前咱会记得以赛亚咧对王传达信息的时阵，伊的信息足简单的，你是要用信心挖靠上帝，还是要因为惊吓要去靠别的国家？所以是信心甲惊吓的一个选择。但今仔日经文讲了更较幼，特别第8章第6节是最要紧的一节。你安怎翻译这节，互人就会互你看出这个中间的差别。咱的台语圣经翻了不遮清楚。讲恁颠倒去巴结利顺王甲比加王，巴结去巴结。我拄仔介绍迄位圣经学者 Blankenship， 伊家己
将以赛亚为头到尾拢翻译做新的翻译。伊的翻译搁较有意思。伊讲：恁去甲利顺王、甲利玛利的囝做伙伫遐欢喜庆祝，欢喜庆祝。所以伫遮，互咱看见，伫群众中间其实有两派，一派的人是甲亚哈斯王徛做伙，支持亚述，要去甲亚述结盟，要去得到亚述的支持。但是有另外一派的群众，因是瓦北边的这个联军呢，因要去巴结利顺王甲利家王，所以是反亚述的联盟。所以咱看见真有意思，今日经文甲咱透露，群众内底其实是分平的，一边是支持亚哈斯王，要去甲亚述结盟；一边的是反对亚哈斯王，望北国的联军来入来这个城内底。咱会记得进前读到7章第6节的时阵，有讲到因连迄个代理者拢已经想好啊。联军来的时阵，要换什么人来代理犹大国？伫这中间，咱看见以赛亚夹伫中，一边要支持亚述，一边要反对亚述，会当讲是咱讲 pro 亚述的联盟，甲反亚述的联盟。以赛亚徛伫中，敢若举一支牌仔伫遐讲，恁着继续信靠上主。唔通去挖另外一边，恁就继续信靠上主。今日这种，互咱看到更较清楚的局势，其实真有意思，会当互咱想到咱台湾，伫这种对敌的处境内底，外口来的威胁，要侵略的这个势力，当然真可怕。但是更较可怕。是内部有遐个要出卖的人，要背叛的人。咱台语讲内神通外鬼，你若有内神通外鬼的人的时阵，迄更较可怕，因为你唔知影敌人已经伫咧伊个中间。面对中国对台湾的威胁，咱知影，咱台湾社会嘛有一阵心向外国。外口的这个政客，有一寡不法的生理人，想要利用这个机会得到家己的利益，包括真侪宗教团体领导者，卖出卖台湾。咱看见这几天，赖总统对公庙、关庙咧发声，叫伊唔通为着私利出卖台湾的利益。所以。内底若有心无认同这个所在的人，是这个社会上可怕的代志。10年前发生太阳花运动，现阵是咱有青鸟的运动。咱知影，这个运动拢是要阻挡台湾社会内底想要出卖国家主权，还是国家这种的势力。这也值得咱做基督徒关心台湾这个土地。最后一点，我要甲大家分享，就是今日这段经文，我拄仔一开始有讲真复杂，可能是咱读以赛亚以来上好解说一段经文。内底有几啊项拢无法度足确定的代志，譬如讲，拄仔头前讲，这个记号行动，今日第8章，这个记号行动，甲头前第7章是同一项代志，还是两项代志？这就引起真侪无共款的解说。读到最后壁，以马内利出现两解，伊的意思是正面的，还是负面的？咱目前读起来，第8节可能是负面的、讽刺的。以马内利，你若无要信靠上帝，无以马内利啦。但是到第10节真清楚，是正面的。上主必定甲恁同在。这种矛盾伫圣经经文内底常常出现。这个
有学者伫遐讲，可能这两项正面甲负面同时拢存在。因为上面有审判的信息，审判以后安那有愿望有确证，所以这是代表一种人甲上帝关系本身就是矛盾的。亚伟甲犹太子民中间的关系也是安尼，上主足疼这个子民，但是这个子民安那定定背叛，互上主唔知要安那对待因，所以才会有这真矛盾的经文吼。不过，咱今日读这段经文，互咱真安慰的，就是结论的所在，第9节甲第10节真清楚，在甲咱讲起以马内利。因为第9节甲第10节有3解伫遐讲，恁会彻底受毁灭，恁会彻底受毁灭，伫遐咧强调讲，上主最后要甲咱同在。以马内利，各位兄弟，咱今仔日要领圣餐，甲主同齐道。圣餐就是以马内利的记号。咱每一届来领圣餐，就甲咱讲，上帝就伫遮，上帝就甲咱同在，上帝成做咱性命的主宰。所以领圣餐就是一个恩典的记号，也是以马内利的记号。伫咱的改革宗传统内底，一开始16世纪的时阵，为着领圣餐，捌有相当的争论。加尔文，咱的长老教会上要紧的神学家加尔文，伊是主张逐礼拜爱领圣餐。伊感觉讲圣餐领愈济愈好。因为就是一个恩典的记号，互人每一届拢领着体会到以马内利上主同在。可惜后来改革宗传统接受慈运理慈运理的主张，一当就是几届4届到6届做一个上顶。但是不管领济领少，每一届当咱做伙同齐道的时阵，领圣餐的时阵。请咱会记得，这是上帝恩典的记号，是以马内利的记号。咱要珍惜这种真要紧的圣礼典的礼仪，来体会上主甲咱同在，上帝就伫遮，伫咱的中间。不过今仔日最后这点嘛，提醒咱定定咧研究圣经、读圣经，咱的小组。团契，咱拢定来咧研究圣经。今日经文嘛提醒咱对圣经的理解解说，应该是暂时的，毋是绝对的。咱若无这种真谨慎的态度，真侪时阵咱会去互人误导。咱听到某某人讲这段经文绝对是这个意思，咱真有可能就去互带去偏差去，因为。咱甲经文的世界实在离足远，2800年。咱今日读的以赛亚是2800年前写的。迄个经文内底迄个用语，经文内底迄个意念，甲咱今仔日生活的世界离真远啦。而且经文在流传翻译的过程嘛，足复杂的。所以今仔日这段经文真困难，总是帮助咱学习。咱要有谦卑的心、开放的心、谨慎的心。每一届读圣经的时阵，知影咱是有限的，咱毋是绝对的。咱更较需要谦卑，甲其他的兄弟姊妹做伙理解、做伙分享、做伙讨论，通过做伙学习，帮助咱会当更较接近上帝的心意。这咱在读以赛亚书的中间，我想。对咱是真要紧的提醒。咱做伙三脚压头来祈祷。阮天听堂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今仔日通过以赛亚，搁一届用记号的行动提醒，助你以马内利的记号。通过囡仔，这个真卑微、
真软弱的记号，提醒阮怎样用信心来跟地主行信仰的道路。有时阵，阮心无遐大条的河流，袂记咧上主你慢慢啊伫流迄条溪，才是信心甲勇气的源头。阮咧读圣经的时阵，恳求你赐阮智慧，赐阮开放谦卑的心，继续对你的话来学习、来成长，将阮每一位兄弟信仰的道路也拢交伫主你的手。祈祷感谢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这是要举行圣礼典，进前咱请起立，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白。请，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来岛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，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，伊要对遐国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信国共同的教会，信道的相通。罪赦免，肉体过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做伙来吟圣诗355首，355首。阮打自集甲主做道，请起立来吟。伫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记那属于伊的教会的陪参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请听主耶稣对记那归应伊的人
所讲稳定的话。恁囝若着磨担重担的，就群我，我要互恁安息。咬喙焦行无义的人有福气，因为要得着饱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伫地。所听兄弟姊妹，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照保罗所讲，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，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提饼祝谢来拜伊，讲，即个是我的身体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也安尼捧杯讲，即个杯就是新约，伫我的血设立的。见若啉的时，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因为恁大概食即个杯、食即个饼、啉即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主要所互人们迄暝有提饼祝谢，咱也照伊的款式，做伙来做感谢的祈祷。主上帝，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筵席，为了要纪念你永远的祭事，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，也圣别这个摆列伫你面前所守事的饼甲葡萄汁，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血，对伫你恩典的帮赞，会当成做属灵的朋友。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内底，通荣耀你的圣名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免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体、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大概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
这是基督的身躯，为了恁拍破的。恁大概领受的时阵，就行安尼来纪念伊，请咱做伙来领受。最后所讲，这是新约用我的话所设立的，恁大概啉的时阵，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个杯是新约，伫耶稣基督的血设立的。见若啉的时阵，就行安尼来纪念伊。咱三角来领受。恁逐摆
食即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。愿主耶稣的平安甲恁直直。三个阿头来做感恩的祈祷。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，因为对你极大的疼，互阮领受你的圣餐，做朋友阮灵魂真活的食物，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、疼惜阮，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的身躯的一体，就是受祝福、忠实的信徒，也是你永远的国的护的。阮的主上帝，阮谦卑恳求你，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，互你的时，求你欢喜接纳阮，率用慈悲帮助阮，互阮会当继续即个圣洁的交易，对当以后会当荣光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这时是公道的时间，咱要为下面的事项来祈祷。第一项，为着圣经学校秋季班的报名甲规划；第二项，为着建堂的经费，咱有会友来借款返还来奉献；第三，咱为着中东的和平，毋通陷入失控的甲冲突。请咱大家做伙出声，同心来祈祷。这是请苏县长曾弘毅执事带领咱做结束的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的施恩保守，引带众会友今仔日来到教会教主同齐党，共同领受主恩，愿献上满满的感谢。圣经学校秋季班定伫9月初1开课，透过教会安排济讲师，互众会友通经觉明白圣经，装备家己，恳求主赐福，互讲的甲听的伫过程中拢通领受主上帝的恩典甲祝福。感谢主引带，互阮有信心伫咧欠缺中完成教会改建，同时带领阮伫咧向银行的借款中通还款结束。目前教会还阁有向会友借款将近300万。求主继续赐福，透过代祷甲奉献来完成还款的事工。恳求主带领引带阮手所做的工。亲爱的天父，中东甲俄乌的战争持续咧进行，而且有升级的状态。恳求主掌权，互和平的日子早日降临。愿安慰的灵甲受苦的人同在。愿将以上的事项摆列伫主的面前，求主监纳。愿安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这是来奉献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容阮我拿来报告。请咱掀开周报。通知事项，8月份的地月长老是陈兴志长老。咱头拄仔有做圣礼典收圣餐，咱今日所用的杯是
不锈钢杯，所以爱回收。所以请咱礼拜刷了后，将咱的圣餐杯伫放伫个摕爱摕着，尾啊刷到礼拜堂的进前，遐入口遐有圣餐杯的回收箱。第二项，本会定每个月的第二主日是月定奉献日，请兄弟伫个奉献柜摕咱家己的奉献地。若是无咱个人的奉献地，若有需要，请行政部门还是办公室来制作。第三项，张家文牧师会就任受职感恩礼拜，定伫9月初1要举行张家文牧师就任关怀牧师甲受职感恩礼拜，敬请兄弟踊跃来参加。并且伫个礼拜中，咱来使用。时间是9月初1下晡3点到4点半，伫咱教会的大礼拜堂。第四项，守护台湾的基督会，欢迎参加每礼拜5暗时的基督会。8月16，即礼拜5是做阵为着上帝国来代祷，信息的讲师是张家文牧师。第5项，牧养部门的分享会，因为关怀牧师甲张家文牧师来，所以要到牧养部门的同工来联办分享牧养的服侍。欢迎牧养部门的同工、团契同工、小组同工来做阵参加，并且一起享用午餐。时间是伫个后礼拜日下中昼12点半到1点50，地点是伫个 B102-103教室。第6项，林权的影展战场日记，时间是伫个今仔日的暗时6点半，是伫个大礼拜堂来放映。第7项，818神学礼拜日，主讲是杨宪宏先生。是伫个后礼拜日下2点，地点嘛是伫个大礼拜堂。8月25，祖父母节，儿童主日学要庆祝的活动，谁来挑战？欢迎咱邀请主日学的同学挑战圣经的竞赛，咱邀请小朋友、甲家长、甲祖父母做阵来参加天赛应援团。应援成功的有小礼物，所以欢迎大家做阵来参加。爱报名，伊爱准备礼物，所以爱咱的校长儿童主日学的校长王雅玲技师王校长来报名参加。时间是伫个8月25，8月25。第9项，古伦神父的互动式的论坛。时间嘛是伫个8月25下晡1点半，地点是伫个咱本会。第10项，神学系开始报名后一季后学期的神学课程开始报名，内容请咱家己看。团契消息、教界消息、近期的事工请咱家己看。下周的服侍人员以及顶周的出席奉献也请咱家己看。这时请起立来吟奉献诗，做咱奉献的祈祷。
真济。这是补充报告甲请安，请特别师。咱今仔日有2位人客吼，一位是为日本东京来伫解决中的教会聚会吼，迪奇公主，欢迎哈。另外一位是无队友吼，李丰博。欢迎哈！请咱兄弟彼此请安哈。这是咱来吟圣诗400首，圣诗400首，原注定来，甲你同在，请起立来吟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天顶上帝的疼痛，圣神的相通甲帮助，甲恁三个伫地，对即时到永远无煞。阿免。真济，密岛避会，欢迎参加礼拜堂后面的地饼会。若有需要代祷的兄弟，请到我济南路边的雨伞骹，互牧师甲同工为你来祈祷。要离开进前，请咱将咱读拄仔的圣餐杯摕到传堂的头前，遐有收回箱。